大家好，我係是非人。前幾日我路過一間餅店，見到櫥窗張貼咗一張海報，佢哋用豐足共享嚟推銷今年端午節嘅產品。今日我亦想借用豐足共享嚟講述一下屈原留低咗乜嘢豐足嘅文學作品，以及求索嘅精神俾後代共享。細個嘅時候，我跟個家人去睇龍舟，由於我哋連一個參賽建議、一隊參賽隊伍都唔認識，所以睇龍舟賽好難有投入感。我哋喺海旁睇下，喺人群之中走走，湊下熱鬧，返屋企食個粽，就算過咗端午節。不過細個時候，我好喜歡睇人包粽，見到佢哋以熟練嘅手法，用棉繩、幾片竹葉、3兩下手勢就包完一隻粽，好厲害。我阿媽都好厲害㗎，佢時常用包粽作例子，打蛇隨棍上鬧我。佢話：你知唔知人哋點解包粽包得咁快啊？啲粽又包得紮實。因為人哋不斷練習，呢啲咪叫做熟能生巧咯。你咁懶惰練習琴，所以咪彈到甩甩漏漏咯。到咗小學4、5年班，喺學校開始聽老師講屈原嘅故事、端午節嘅風俗，呢個就係我童年對端午節嘅認識。我用3個字去總結，就係冇感覺。直到香港無線電視一套電視劇嘅主題曲開始播放，就逆轉咗我對端午節嘅睇法。羅文同甄妮以雄渾嘅唱腔唱問誰領風騷，風係指《詩經》中嘅國風，騷係指楚辭中嘅離騷。我開始想讀下《詩經》，讀下楚辭，翻開典籍實在太難，我好多字都唔識讀。《詩經》我不外乎只係識以下幾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投我以桃，報之以李。魚臨深淵，魚履薄冰。我只係識呢幾句，因為啲字容易啊嘛。楚辭更難，我中文程度不第，所以熱情慢慢又冷卻落嚟。到咗2020年7月23日，天問1號火星探測車從海南文昌太空發射場升空，我對屈原嘅求索精神同埋敬仰嘅熱情再度燃起。天問係屈原代表作楚辭中嘅一篇長詩，全詩共300幾句。天問就係問天，天問係對天地人一切變化莫測嘅事嘅發問，從宇宙起源、天體運行到神話傳說，現世人事社會觀念無一不在天問嘅範疇中。央視有一個好好睇嘅節目叫做《典籍裏的中國》，其中一輯係講楚辭。節目中以離騷嘅經典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貫穿該輯節目嘅核心。全句嘅意思係：前面嘅路又長又遠，但我唔怕困難，我將上天下地追尋自己嘅理想。2年前，香港戲曲中心都上演咗一套舞劇，叫做《九歌》，我亦都有去睇。《九歌》係中國古代一部詩集，收錄於楚辭。呢啲詩歌原本係楚國民間祭神時演唱同埋表演用。屈原喺呢一個基礎上再行創作，
形成一組帶有巫風，巫風呢個巫字係指巫術、迎神、眾神、送神色彩嘅祭歌。其實中國每一個傳統節日都包含一個故事、一種精神同埋一份家國情懷嘅溫度。呢一份嘅溫度係需要人與人之間去承傳。要傳承，我哋就要從學習中文、學習中國文化開始，先至能夠了解同埋感受個節日嘅文化意涵同埋精神。節目結束前，我祝願大家有一個豐足嘅端午節。如果我嘅分享能夠得到你哋嘅共鳴，請你按讚、轉傳、訂閱及按小鈴鐺。多謝你哋嘅收聽。